咱台湾附近有10条国内的海底电缆，14条国际海底电缆，拢是咱台湾重要的通信设备。咱台湾有99派网络，拢是靠在海缆。若是拢断去，安尼咱台湾有可能会变做孤岛，严重影响咱的民生、教育和金融。所以有学者就建议政府爱甲架轨道卫星列入去备援系统。民众头日日看手机啊，需要上网络，才会当看面册、看剧，这拢爱靠海底电缆传送。咱台湾有99%的网络靠海缆，是台湾的数位生命线。目前台湾有10条国内海缆，甲14条国际海缆，包含民众的日常生活。若是发生大规模断线，专家分析效果会真严重，台湾恐惊变孤岛。如果说出现大规模的断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讯会议就没办法进行了，也没有办法透过视讯的 interview。那所有透过网络上所实行的一些活动呢，不管是教育或是 transportation 或 energy， 全部都没有办法进行。专家表示，国内海缆主要连接本岛、外离岛的传送，国际海缆连接国际网络。不过今年1月初3，亚流东北方海域的国际海缆，好亲像去中国的宽基轮顺天39号破坏，好在影响无大。若是真侪条海缆同时断去，恐惊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。像讲咱消息传袂出去，电话卡袂通，无法度连上网，民生经济、教育拢会受到冲击。袂使干那靠微波来应付，必须建构多元的备援机制。像马斯克他的星链本身就是低轨卫星，所以在俄乌战争的时候，乌克兰就有用这样子的一些星链的这个方式，在台湾这个还没有开通，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法规上面的一些的这个议题，但是技术其实是已经 ready 的。根据统计，最近台湾逐年差不多发生7届至8届海底电缆断去的事故，互人当作国安危机。查数条表示，政府最近把资料加密备份去海外，嘛必须强化通信安全的韧性。政府应该赶紧通过安全评估，引进近地卫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